我係黃浩光牧師，今日嘅經文係《使徒行傳》第9章1到31節。呢一段呢就講掃羅嘅悔改。掃羅呢就係希伯來文嘅名，希臘文呢就叫做保羅。當教會被逼迫，有啲信徒走到大馬色，即係今日敘利亞嘅大馬士革。掃羅要去大馬色呢，將信主嘅人捉翻嚟。其實大馬色已經係另一個地方啦，並非屬於猶太人嘅。但猶太人嘅公會對散居喺其他地方嘅猶太人呢係有權管佢哋嘅，所以掃羅要有文書獲得授權，先至可以去捉嗰啲信耶穌嘅人。掃羅點解要咁做呢？因為佢係一個熱心嘅猶太教徒，佢認為信耶穌嘅人呢就係異端，必須要對付。因此咧，佢逼迫教會，對佢嚟講啊，佢係熱心侍奉神。可惜咧，佢係受蒙蔽嘅。今日佢遇見主盲咗3日，係有一個好大嘅象徵意義，表示佢心眼亦都係盲嘅。以為係熱心侍奉神，其實係反對神，逼迫緊神。但咧，佢又唔知道。呢個咧係掃羅嘅盲點。人有時做錯事喺當時咧係唔知自己錯嘅。亦都唔中意人哋話佢錯。今日仍然有好多人呢係自己做錯事呢，自己都唔知嘅。當掃羅去緊大馬色，就喺路上邊，主耶穌向佢顯現。當時有大光，亦都有聲音，周圍啲人都感受到聽到聲音，但唔知講乜。只有掃羅知道講乜，亦都只有佢盲咗雙眼。當時掃羅係逼迫教會，但耶穌就問掃羅啦：你為什麼逼迫我？因為咧，教會係耶穌基督嘅身體，所以逼迫教會咧，等於逼迫耶穌。同一個道理，如果我哋愛耶穌咧，就一定會愛教會嘅，因為教會係基督嘅身體，教會同基督係合一嘅。所以如果你愛耶穌，你會十一奉獻，你會關心弟兄姊妹，你會時常聚會，熱心侍奉神。掃羅心裏邊唔信耶穌，行為上亦都對教會十分嘅殘忍。佢係逼迫緊耶穌嘅。今日經文咧記載，起碼有2個信徒幫助掃羅。第一個就係亞拿尼亞，第二個就係巴拿巴。當然仲有一啲幫掃羅逃離大馬色嘅信徒。亞拿尼亞係一個勇敢同埋信服嘅信徒，因為佢知道掃羅喺大馬色係佢嚟咧係要迫害教會嘅，係要捉嗰啲信主嘅人。如果掃羅唔係真係悔改，咁佢去揾佢咧就係送羊入虎口啦。但佢相信主藉着異象對佢講嘅說話，就信服去揾掃羅，為佢按手，幫佢被聖靈充滿，仲幫佢受洗添。其實咧嗰3日掃羅不吃不喝，正係佢大徹大悟嘅時刻。原來自己以為熱心侍奉神，但竟然呢係敵對神，內心一定呢懊悔不已。聖經話佢有禱告，而喺禱告之中呢，佢知道神要差派亞拿尼亞嚟幫助佢。喺呢種唔容易令人置信嘅事情上邊呢，神俾亞拿尼亞同埋掃羅呢都係有印證嘅。掃羅本來熱心逼迫教會，但信主之後呢，180度改變，就熱心傳福音啦。佢以前逼迫教會嘅熱心係十分盲目，而家佢傳福音同樣用辯駁嘅方式，亦都係一種盲目嘅熱心。對猶太教嘅人嚟講呢，佢哋認為掃羅係背叛佢哋，所以想殺咗佢。掃羅呢種熱心好似要拗贏別人，用辯駁要逼人信主，結果引嚟好大嘅反彈。所以教會弟兄們呢，要將佢送翻去大數，就係佢長大嘅地方。佢走咗之後呢，教會先至平安。掃羅需要一段安靜嘅時間接受栽培訓練，而幫助佢最合適嘅人選呢，就係巴拿巴啦。佢識得勸人、安慰人、鼓勵人同埋造就人嘅。好，我哋祈禱，主啊，掃羅係一個熱心嘅人，可以熱心喺度逼迫教會，亦都可以熱心咧係傳福音。多謝主為佢預備巴拿巴去幫助佢成長，亦都求主為我哋預備巴拿巴幫助我哋成長。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阿門。